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是推荐美食的，不是打散架的。我们今天来盘一个口口声声要把拌面的价格打下来的一个饭馆。拌面老板最近很皮层呀。咱还带个加面了，手机先吃啊。好吃我让老板单加的，筷子碎的啊！拌面馆老板们学一下，长筷子。你那个短筷子，我把手指头快拌到面里头了。看看没挂耳朵，面可以面碎了。咱家锅肉白菜，这时候你们就要说了，正宗锅肉没有白菜，正不正宗不重要，有没有白菜也不重要，好吃就完了，对吧？这面对于我来说稍微的软了一点点，可是符合现在大众的口味。肉片够大不？硬生生的把一个手抓肉店卖成饭面馆了。他们家还有15的碎肉，我说你咋赚钱？说实话，15的碎肉卖自己也很难受。所谓的老百姓获利了，可是哪一个餐厅老板不是老百姓？他锅肉味道自己独特的一种口味。他的碎肉是带帽的，我刚刚单加了个帽，2块钱。我一直不赞同低价这个词。我们任何饭馆的蒜，不管上到桌子上的也好，在后堂用的也好，不应该出现长牙子这个事儿。吃不掉了，走吧。你们饭量小的人来，一定要给老板提前说啊，不要给加面。他带一份加面的，因为这个价格、这个位置，周围有一些干活的呀、体力比较大的人来吃，所以他饭量也大。这种饭馆我们支不支持？我们一定要支持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餐饮能坚持下来的，一定是品质跟价格无关。我们是推荐美食的，不是打散架的。照顾好你自己，拜拜。誰用的衣扮成衣，行動算了不必多砌詞。迷人是這份情意，誰沒有傷心往事？